话就是话语教育，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，学生这终身难忘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啊，准备在8月份、7、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哪6大礼呢？开笔礼，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、沈教授我们商量改成进学礼，开始进学校了，也叫做进学礼，也开笔礼都可以啊。晨统礼12岁，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啊，学生感动得不得了，家长个个热泪盈眶。这就是教化，不要你就至20分钟，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，是吧？第3个礼成人礼，第4个礼生日礼。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啊，中小学生啊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，有效果吗？啊，害了小朋友。生日礼啊，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呀、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？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。3礼：周礼、易礼、礼记，叫做3礼之学。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，一部著作都没有。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！我是要求啊，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，每个中国人都要读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把它整理，你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易礼》啊，太难读了，所以我们正在整理，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，是吧？然后再来培训老师，老师再来做，是吧？生日礼，还有一个什么礼啊？拜师礼。我们拜师礼失权了，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？他没拜过老师，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父，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。拜师礼啊，我现在在长沙古镇啊、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，是吧？不能够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，是吧？我们一个简单的、读出高雅的，就是几个动作，很简单，但是他终身难忘。举行拜师礼，还有一个礼，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，叫做结婚礼、婚礼、结婚礼。就是结婚啊，你看搞的是。哎呀，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，我别再看别想，那越搞越别味了。那个新郎新娘啊，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，是吧？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啊、校长没水平，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，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。专门培训，全国培训，啊，我们和台湾、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，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，好吧？一进行这个婚礼，2个人换了一个人，变了一个人，是吧？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，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、怎么尊敬、怎么信任。现在他那几个动作啊，那是水平太差了，没半点文化。啊，我讲第5啊，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。第6，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，这就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。这一次呢，非常可惜没安排去。啊，一个时间来不及，另一个呢，他那里在修一个路啊，修个桥呢，有一段路啊不好进去，
路没完全修好，就是150年的岁月，出了76位名人，考黄埔军校52位，破烂不堪。我找了几个弟子，花了500-600万把它装修出来，现在那个学校学生还只有3年，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，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，杂草丛生。我现在3年，学生已经超过300人，报名的超过800人，是吧？只能容纳200多学生，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，你看天天这个催我，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，要修2栋宿舍，我就安排大概11号13号就动工，动工马上修2栋楼，大概容纳400人住宿，能够住下来，都是带卫生间的，都非常漂亮的，那样的书院学经典好得不得了。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，包括那个镇13所小学，倒数第一，这个成绩倒数第一。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、开除的、不要的，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。来了以后，1年数学第1名，语文、英语一个第2名，一个第5名，2年3个第1。你看近代教育的好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，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。我下半年在靖港古镇办这个小学，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。从幼儿园，我是靖港古镇这里设计的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到教师师资培训，是吧？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，是吧？来研究，来探索。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，有7到8节课的。有些朋友就提出来，刘院长7到8节课，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。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，不学数学，4年级在学，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3个年级，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，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，是吧？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，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+1等于2，1+2+1等于3，浪费儿童的生命，是吧？